好，我哋緊接翻上一節課所講，當我哋面對一個學校嘅議題主題嘅時候咧，而家公開考試不外乎咧係有三個嘅寫作任務俾到大家，三個嚇。一般嚟講咧係會咩咧？佢學校會舉辦一啲活動，活動入邊咧有唔同嘅內容嘅好處嘅，OK？例如提升技能啦，認識科技趨勢，甚至乎合作學習。嗱，呢啲資料講咗，但係挑戰到大家嘅地方係咩咧？當我哋舉辦一啲活動嘅時候，好多同學咧就會提出一啲疑慮嘅。你作為學生會或者一啲學校組織嘅籌辦者，你要說服佢呢個唔單止係冇問題，而且你仲可以提升你知識技能嘅。嗱，呢個似我哋之前做過個太空交流營，係咪？點樣說服屋企人？喂，呢個咧唔係對自己科目學習係冇益處喎，反而係令到你學以致用，將理科嘅知識應用落去，仲可以磨練你嘅意志添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咧，大家要留意啦。知識、技能、態度同埋團隊合作呢四個咧，我哋講呢個係當我哋見到有學校一啲活動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將佢變成呢啲模式去論説。OK，好，第二個咧，上一節課咧亦都講過，疑慮不外乎有以下四類嘅，寫低啊，我哋預測到嘅第一咧就係啲學生覺得時間不足，所以我哋唔參與。第二種可能係咩嘢咧？就係呢一啲項目係同科目無關，所以我冇興趣，係咪？第三就係佢嘅知識啦，技能同埋知識配合唔到。嗱，舉個例子，好似呢一份，好似呢一個咁，佢講緊咩嘢咧？佢話我作為一個文科學生，我應付唔到編程，係咪？所以佢冇興趣啦。第四係講緊咩？呢啲活動通常我哋會咩咧？我哋欠缺咧團隊啦。嗱，所以同學咧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打開呢篇文章實用文咧，其實或者我哋講經驗啦，我哋好容易大概會知道咧，考試範圍入邊咧，其實都不外乎就係有咩擔憂咧？時間不足啦，學科無關啦，所以我唔想參加啦。文科學生參加唔到理科嘅科目啦，理科嘅同學咧對於文學創作咧冇興趣啦嚇，你點解要強迫我咧？第四就係、如果要團隊合作喎，我過往都冇呢啲知識團隊係咪？咁你會見到啦，呢一度咧會俾到大家咧係一啲思維嘅模式啦。咁咧，我哋會知道啦嚇，思維模式入面，我哋從知識層面，其實知識入面層面係最容易寫嘅。例如呢度 AI 係咪？雖然佢只係俾咗呢啲資料我哋啫，呢啲咩資料？AI 入邊就係親身嗱，呢兩個字好重要喎。親身體驗人工智能機械人互動語音系統編程嗱，呢兩個咧對大家可能比較陌生嘅嚇。但係呢個對於我哋知識提升咗乜嘢咧？你可以拓展嘅嚟到呢一度，佢話咧最新嘅原理，透過編程應用程可了解 AI 如何改善我哋生活中嘅問題。嗱，呢一個咧係拓展嘅，寫低啦。亦即係話呢個你要進一步解釋咧，點解入邊內容係咩嘢啦？記住，實用文入邊好多時候活動只係俾個活動名稱你啫。具體要做啲乜嘢咧？係要自己去到演繹嘅。我哋講呢個拓展啦，OK？好啦，第二個關分嘅重點係咩咧？佢會覺得咧，同學擔心自己冇科技背景，其實活動設有一對一嘅導師指導。嗱，呢一度咧係你自己根據。
內容，提供合理嘅解決方法，明唔明白？OK，好，即使文科生嘅輕易上手，同時安排小組合作活動。嗱，呢度係咪因為原文已經有小組合作活動啊？有冇安排有設計經驗嘅學生擔任組長，達到師徒制學效果，減輕文科生嘅擔憂？好。攞分嘅重點仲有第三項啦，因為成個寫作任務係你鼓勵同學參加，所以一定嘅 AI 未來不可或缺工具，現在參與正認識未來最好機會，所以佢呼籲到嘅。好，第二個我哋咧會睇到咧，就我哋點樣去到論證我哋嘅技能嚇。知識最同技能最大分別係咩咧？就係你應用嘅地方，你咪淨係識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思考乜嘢技能咧，就即係話我哋學完之後點樣去用。嗱，用就係技能呢方面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哋睇到成個科技嘅話，或我哋啦，除咗知識層面咧，同時有助提升我哋實用嘅技能。好啦，我哋點樣咧？嗱，從構思到操作，參加者會簡單編寫程式、設計思維同問題解決能力，係咪？例如啦，舉個例子啊，我們將實際參加 AI 應用嘅程式，從生活中發掘應用解決同邏輯能力。嗱，嚟到呢一度咧，未有好強嘅拓展啦。我哋通常會加一個咩字咧？例如需要小組，嗱又用翻小組合作係咪？合作編寫軟件，嗱舉一個實際例子係咪？或幫助。嗱嚟到呢度咧，你會知道咧，佢會將你本身本身你淨係講咗點樣去用，但冇實際例子，你一定要向咧呢度咧加個合理嘅例子，因為咧 AI 應用本身就原文俾咗你，但係應用喺邊一度咧，佢需要同學自己拓展嘅，所以你一定有具象化有例子去說明。好，嚟到態度嗰方面咧，大家知道嗱。科技有我哋做任何嘅活動咧，都有態度嘅。嗱，舉個例子，如果我哋係環保咧，我哋係會保護環境嘅態度啦，係咪？如果我哋係講關愛社會服務，我哋有關愛他人嘅態度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如果科技咧，我哋會有咩咧？我哋嘅正確嗱，呢個係咩咧？建立自主學習同埋敢於創新嘅精神，呢個咧就係科技你要記住嘅精神啦。OK，呢個係科技嘅，嗱呢度係環保嘅，呢度係服務嘅。咁嚟到呢度咧，大家知道科技精神不外乎就創新啦、求知啦、突破啦，係咪？呢幾個嘅 OK。好啦，咁活動有乜好處咧？面對快速嘅世界咧，適應同埋學習新技術，為我哋將來服態度嘅。例如嗱呢度啊，呢度要啊，例如活動太新潮，正因為如此，我哋主動避免時代拋棄。好啦，嚟到呢度點樣拓展咧？大家留意，因為你係學生，所以你學習嘅態度應該基於學習嘅環境嘅。 OK，例如嗱又加啦，例如，活動太新潮，正因為如此，我哋主動避免時代拋棄。好啦，嚟到呢度點樣拓展咧？大家留意，因為你係學生，所以你學習嘅態度應該基於學習嘅環境嘅。 OK，例如嗱又加啦。 OK，例如，活動太新潮，正因為如此，我哋主動避免時代拋棄。好啦，嚟到呢度點樣拓展咧？大家留意，因為你係學生，所以你學習嘅態度應該基於學習嘅環境嘅。 OK，例如嗱又加啦。
係咪？嗱，嚟到呢度，大家知道，亦都係我哋所有攞分嘅地方咧。呢一度講俾我哋知，有人認為替新朝正翻，而且我哋主動接觸，避免同時代拋棄。嗱，呢一個咁嘅回應咧，其實係冇實質例子嘅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拓展都係好似呢度咁啊！我哋一定要知道咧，拓展咧一定要加例子嘅，因為內容入邊咧有講俾我知有程式設計啦，有語言編程啦，咁呢啲活動必須係經歷翻同我哋嘅學習相關嘅。OK，好，最後講埋咧就係當我哋咧同人哋合作，我哋一定會衍生咗團隊合作精神啊，係咪？咁啊，最後咧活動設計咧強調團隊合作，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。我哋將以小組形式完成任務，從中學習溝通、分工、協作。嗱，呢幾樣嘢關鍵詞，大家一定要用翻分工、協作、溝通。亦即係話喺合作過程當中，如果你想話提升人際關係、加強協作嘅話，合作、分工、溝通呢幾個關鍵詞一定出現咧。好啦，嚟到呢度，例如貢獻意見，通過共識討論咧，提升表達同協作能力，對日後升學面試亦有幫助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延展拓展嘅，係咪？OK，好啦，呢度加多一個，同時也讓文理科嘅同學咧取長補短。點解咧？係咪？因為小組合作中分工明確，設計編程。文科同學乜嘢咧？匯報分享啊，呢啲咧係咪亦都係我哋用咗個例子去加以說明啦？咁所以咧，其實今次咧同大家做訓練就校內活動咧，同知識、技能、態度、合作幾方面咧，其實講俾大家知，都需要用自己嘅語言加設例子，說服人哋嘅擔憂，其實係唔需要嘅。咁你一定有具象嘅例子，嗱，呢個咧就係今堂課嘅重點啦。